線電視翡翠台。長沙灣車禍6個人受傷，失業率升到5.5%，接近20萬人冇工做。警方拉咗5個人，懷疑佢哋同太平道槍擊警員案有關。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睇下詳細嘅新聞內容。4個記者由巴基斯坦坐車去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途中失蹤，可能遇害。失蹤嘅4個記者同其他嘅記者，當時係分別坐6至8架車，由巴基斯坦去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喺過咗賈拉拉巴德之後，駛到去距離喀布爾仲有大約90公里嘅一條橋樑嘅時候，頭2架車俾6個槍手截停，將車上面4個記者帶往山上面。其後傳出咗槍聲，其中2個人係路透社嘅記者，另外2個人係一男一女，分別係幫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嘅報章做嘢。其記者立即係坐車折返賈拉拉巴德。後嚟有途經該處嘅司機同埋乘客話，喺路邊見到有3男1女嘅屍體，但係唔知道係咪嗰4個記者。咁而路透社同埋2間報章呢，都表示一直冇辦法同4個記者聯絡。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就引述消息話，塔利班領袖奧馬爾一個親信咧已經變節，會勸喻奧馬爾離開坎大哈。方以婷報導。美軍出動多架 B-52重型轟炸機攻擊昆都士，呢個塔利班嘅北部唯一據點。而北方聯盟亦都繼續圍攻喺度死守嘅塔利班戰士，亦都有塔利班將領提出投降嘅條件，包括要求有聯合國人員監察同保障佢哋嘅安全。而嚟自喀布爾嘅消息話，普什圖族嘅族長正遊說塔利班由阿富汗西部同伊朗交界省份撤軍，而部分反塔利班嘅部族領袖正係討論點樣推翻塔利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引述消息話，控制坎大哈嘅塔利班領袖奧馬爾嘅一個親信已經投向普什圖族嘅領袖，佢會勸奧馬爾離開根據地坎大哈。報道亦都話，有族長正討論會唔會審訊奧馬爾。另外，巴基斯坦宣布關閉塔利班喺邊境城鎮白沙瓦嘅領事館，但係巴基斯坦嘅外長話，仍然同塔利班有外交關係，不過唔會再喺任何事務上合作。無線電視記者方以婷報導。咁而美國就加派軍隊去阿富汗首部拉登。國防部嘅發言人話，依家已經有幾百個特種部隊喺當地。咁而北方聯盟就已經決定派代表團去歐洲，同各個派系嘅代表商討籌組新政府。任善芳報導。北方聯盟嘅高層話，總統拉巴尼今個星期會派一個代表團去歐洲，參與討論成立阿富汗新政府。前國王查希爾歡迎北方聯盟嘅決定。至於英國原定增派去阿富汗嘅600個士兵，暫時唔會出發。當局話有待阿富汗嘅局勢明朗化。而法國軍方亦都正同北方聯盟領袖磋商，以便派出軍隊駐守北部嘅馬扎里沙利夫。美國就仍然搜捕緊拉登嘅下落，相信佢匿藏喺坎大哈附近。英國泰晤士報報導話，塔利班已經放棄庇護拉登。報導據稱，拉登帶同3個妻子、兒子同保鏢及顧問坐幾部吉普車，正係喺阿富汗山區四處逃避追捕，但係消息未得到證實。無線電視記者任勝芳報導。翻嚟本港，2架私家車晚上喺長沙灣相撞，再衝上行人路，意外入邊有6個男女都受咗傷，包括一個女途人。陳思維報導。其中一個女途人被私家車撞到，傷勢比較嚴重，救護人員即場為傷者急救。有少少借計先。我講係咪你哋？好啦。2架私家車嚴重損毀，其中一架衝上行人路嘅私家車撞斷路邊嘅交通燈，再撞到一間鋪頭嘅鐵閘之後先至停低。意外發生喺晚上10點半，2架私家車喺長沙灣黃竹街一個十字路口相撞，之後再衝上行人路。意外中6名男女受傷，全部送咗去明愛醫院救治。
無線電視記者陳思維報導。警方今日係拉咗5個男人，懷疑佢哋同太平道警員被槍擊案以及彌敦道標行劫案有關。行動入邊亦都揾到160幾萬嘅現金同埋一批名貴手錶。陳思維再報導。被捕嘅5個男人年齡介乎29歲至到51歲，目前仍然被警方扣查。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今朝搜查咗19個地方，拘捕呢5個人，懷疑佢哋同旺角太平道警員被槍擊案同埋彌敦道標行劫案有關。警方喺行動中亦都檢獲163萬元嘅現金、一支氣槍、一把刀同埋一批名貴手錶。警方表示，目前仍然追緝緊主要疑犯季炳雄。今年5月22號，2名便衣探員喺旺角太平道巡邏嘅時候被槍擊受傷。而相隔第1個月，彌敦道始創中心一間錶行亦都發生械劫案，錶行被劫去總值100多萬元嘅手錶。無線電視記者陳思維報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出緊急嘅通知，要求立即停售同埋使用圖片入邊7個型號嘅百特公司 Althane 血液透析器。當局最近接到百特中國投資公司嘅報告顯示，公司喺瑞典生產嘅部分型號血液透析器可能同某啲國家報道嘅血液透析病人死亡事件有關。公司已經自行回收部分型號嘅產品。本港嘅失業情況持續惡化，啱啱公佈嘅8到10月份嘅失業率升到去5.5%，一共有194000人失業，其中以製造、建造同埋運輸業情況最嚴重。趙麗如報導。期望都係期望。佢哋喺勞工處就業中心睇嘅，多數係月薪4-5千蚊嘅工嘅資料。想揾份工作嘅啫，係想揾工作嘅啫。不過佢哋多數都揾唔到。政府幫到乜嘢啫？擔心唔嚟嘅，冇辦法嘅啦嚇。即係你擔心，你越擔心咪越影響自己。佢哋只係芸芸失業人士當中嘅一群。政府公布8至10月嘅失業數字係5.5，比7至9月升咗0.2個百分點，即係有194000人失業。就業不足率亦都微升0.1個百分點，升到2.6%。失業率最高嘅時期係98年12月，當時去到6.4%，之後持續回落，到舊年10月去到4.4%，不過跟住又慢慢升到而家嘅5.5%。財政司司長話，外圍經濟唔穩定，短期失業率仍然會高企。喺阿富汗嘅戰事同埋美國人對恐怖活動嗰個信心嘅問題，咁喺呢方面呢，即係我諗係冇人可以估計得到，咁所以喺短期嚟講，我哋仍然相信失業率係有呢個壓力嘅。有學者就預計失業率出年呢個時候會升到6.5%至到6.7%。一個事件呢，未完全反映啦，咁所以仲有一個即係上升嘅空間。咁但係上升到嚟都差唔多到1、2月就係新年啦，咁新年又係啲人炒人嘅一個高峰期嚟嘅。莊太量又話：國家入世對香港嘅好處會喺2至3年後先至見到。無線記者趙麗如報導。而行政長官董建華亦都表示，本港喺未來一段時間失業率可能仲會上升。但係佢話睇到工業家為咗係創新科技同埋尋找產品、創造品牌而努力，知道香港經濟正喺度轉型。而基礎亦都慢慢開始建立，所以對香港前途好有信心。香港喺創新受到失業同埋開工不足問題困擾比較嚴重嘅係建造業。一個代表建築地盤工人嘅工會向政府請願，批評當局遲遲未能夠推出施政報告入邊承諾嘅職位。邱文華講下。呢批建造業工人遊行嚟到政府總部抗議開工嚴重不足，批評施政報告中嘅承諾。盡快喺公務工程開2萬個位，但係到而家1個人都仲未請過。就業不足升得最多嘅係地基同上蓋工程建造業。呢幾位紮鐵工人近幾個月平均1個星期得2日工開，每日嘅人工又比2-3年前少咗30%，得返700蚊。做緊雜工嘅董先生就話自己算好彩，呢幾個月有工開。佢冇嘢做嗰時咧，市場都有2個零攤位。而家做晒呢個鐵皮咁，我哋都唔知㗎。
我哋真係唔知㗎，分分鐘冇得做嘅。代表中小型建築公司嘅聯會表示，個市差都唔緊要，最弊睇唔到前景。做完咗工程，我哋都會養住班人諗住下一單嚟做。但係而家咧就睇落就唔會啦，一冇工程咧就諗住我哋裁員啦，要縮皮維持間公司。佢期望政府展開市區重建工程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就業機會。無線電視記者邱文華報導。日本航空公司公開招聘30個空中服務員，全日一共係吸引到超過1000人應徵。部分應徵者嘅學歷比最低要求高好多。杜允偉去睇過。空缺得30個，但係今朝就有超過400人嚟排隊應徵呢一份月薪13000蚊嘅機艙服務員職位。面試開始1個鐘，航空公司就因為人太多，要貼出告示，叫人今日唔好再嚟排隊。雖然只係要求中五學歷，但係呢個中文系嘅碩士都嚟應徵。如果你想揾份係人工好嘅，咁亦都係自己理想嘅，就唔容易咯。有應徵者話：預咗競爭激烈，都係嚟碰下運氣。好多人都知道，好多大學生都係會去做，係。點解會有咁多大學生嚟爭呢？因為經濟唔好咯，同埋個人工好吸引咯，主要係。航空公司話：雖然經濟差，但係為咗維持航班服務，會一直請人。上個星期咧都有另一間航空公司港龍航空係招請空中服務員，雖然空缺只得40個，咁但係就有超過1000人去應徵。無線電視記者杜允偉報導。香港政策研究所喺11月份就港人對政治同埋經濟信心，分別用電話一共訪問咗1200人，以信心指數最高係200點計，市民對股市同埋樓市嘅信心指數增加，分別係84.9同埋64.1，比10月份急升3成。而改善失業嘅信心雖然有輕微嘅改善，信心指數仍然係偏低，只係有35.4。地政總署署長布培認為樓市正慢慢復甦，市民可以考慮係唔係入市。財經記者羅志輝報導。布培話：近日樓市交投轉趨活躍，可能係入市嘅好時機。A slight recovery is better than no recovery, so I think we should be we're happy that things are actually happening and the market is functioning. So, property prices are very low at the moment. The interest rates are very low. If people are long-term Hong Kong, then this is possibly a good time. 佢又透露，最近收到一個發展商查詢儲備表內土地，正係着手處理。但係補地價方面，自從911事件之後，進度仍然好緩慢。至於下個月4號賣地，佢表示有信心可以成功賣出。而地產建設商會會長何鴻燊就話，商會會喺星期5開會投票，表決係咪唔向政府勾地。佢預計樓市1至3個月之後會好轉，但係樓價就唔會升太多。我估計咧，亦唔會話升得太過高嘅，因為我哋地產商咧已經有過晒經驗㗎啦。太高咧，亦未必係好嘅。咁啊，最好咧都係穩步上升，最緊要個市穩翻。佢話：阿富汗戰事明朗化，亦都對樓市有支持。無線電視記者羅志輝報導。一個70幾歲嘅阿婆控告美容師同埋佢嘅前夫騙取巨款。高等法院裁定佢勝訴，被告要賠償翻騙取嘅1600萬，兼付堂費。呂炳權報導。77歲阿婆向美容師同埋美容師嘅前夫追討1800萬，但個阿婆承認其中200萬係作為禮物送俾對方，所以只能成功追回1600萬。而美容師嘅前夫就表示會考慮上訴。案情指出，個阿婆喺95至98年間被案中嘅美容師遊說購買1800萬元嘅美容儀器同用品。個阿婆於是開出咗2張冇寫抬頭同銀碼嘅簽名支票，最後2張支票就共被人提取1800萬。但原來有關嘅美容儀器同用品只係約值100幾萬，個阿婆於是向美容師追討。但與眾人同佢前夫就指有關嘅錢係同個阿婆一齊炒樓㗎，但個阿婆就話並冇咁做。高等法院法官楊振權指美容師懂得操控別人、講大話同唔可信，但個阿婆就金錢意識薄弱，同意被人游說，但相信佢講嘅係真話，於是判佢勝訴。無線電視記者呂炳權報導。政府正研究點樣去舒緩邊境過關嘅擠迫情況，考慮喺沙頭角開辦過境穿梭巴士，年底會有結果。胡偉文報導。
保安局正考慮喺沙頭角口岸開辦過境穿梭巴士嘅可能性，主要睇下道路設施同保安係咪可以配合得到。相信年底會有結果。至於市民係咪可以好似去羅湖咁步行過關去深圳，相信就未必得啦。嗰個沙頭角站好細㗎，過咗境呢要行一段路㗎。咁如果係老人家拎住啲行李啊，咁就辛苦危險，可能俾車撞到。冇錯，行人咁行過就一定唔得。葉劉淑儀喺電台節目度又話，今年羅湖同落馬洲嘅過關人數增長放緩，12月延長通關應該先實施一個時期，再作檢討。葉太又回應，有人批評佢嘅髮型問題。即係如果我自己髮型都捍衛唔到，我點捍衛香港自己？佢話自由社會有多啲言論係好事，但唔應該批評其他人嘅外表。無線電視記者胡慧敏報導。本港海事處已經派出咗官員前往澳洲，了解一艘喺本港註冊嘅貨船喺澳洲西部海面爆炸嘅事件。爆炸造成4個人死亡，3個人失蹤。呢艘運載住鐵礦嘅貨船，尋日駛到去離澳洲丹皮爾港30公里嘅海面嘅時候，爆炸着火，甲板爆開咗一個大窿，揭起咗。船公司話，爆炸時候船員正喺度油漆，爆炸應該同貨物冇關。當時船上面23個船員，全部都係中國嘅船員。公益金執行委員會主席陳祖澤話，受到經濟不景影響，估計今個年度嘅捐款比舊年會少5000萬，跌幅大約30%。陳祖澤表示，呢2年捐款嘅數字比以往少，到明年6月底為止嘅2002年度善款相信更加少，預計只會有1億2千萬，比上一個年度少咗5000萬。陳祖澤話，用儲備填補少咗嘅捐款唔係長遠嘅辦法，如果情況持續，會同百幾間會員機構商討點樣開源節流。中國最先進嘅電動火車投入咗服務。行駛京廣線嘅中原之星電動火車，尋日朝早7點幾由鄭州開去武昌，火車最高時速達到160公里，係中國自己研製嘅最新型號嘅電動火車，由2個軟直同4個硬直車廂組成，可以接載548個人。菲律賓嘅伊斯蘭武裝組織同埋共產黨遊擊隊趁住總統阿羅約夫人出訪美國期間發難，有超過80個人死亡，其中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幾百個追隨者佔據住南部霍洛島上面多個軍方哨站，攻擊主要城鎮同埋軍方嘅建築物。軍方已經加派士兵到附近大城市三寶岩戒備同埋巡邏。總統阿羅約夫人下令軍方全面還擊。解放陣線領袖米蘇阿里96年結束24年嘅分離主義活動之後，一直係出任棉蘭魯伊斯蘭自治區嘅行政首長。發動叛變係要阻止自治區今個月26號舉行選舉。蘭晶到你講睇下啦。唔該晒。香港網球手許建業同唐敏聰攞到全運會嘅男雙季軍，令到港隊今屆擁有3種顏色嘅獎牌各一，超越咗上屆。香港嘅許建業同唐敏聰喺男雙季軍賽一開始就陷於劣勢，落後比湖北嘅朱本強同姜山局數1-5。港隊組合三破對手發球局之下，終於追翻上嚟，仲以7-6先贏一盤。到咗第二盤，雙方4-4平手。許建業同唐敏聰最後再取2局之下獲勝。不過呢對拍檔攞到季軍之後話，以後都唔會再合作啦。最開心，因為我自己本身諗住打埋呢一個全運會，咁我就唔會再打比賽。加埋呢面網球嘅男雙銅牌，港隊今屆累積至1金1銀1銅。田徑方面，杜偉樂準備好啦，佢為香港喺男子4x100米接力初賽跑第1棒，經過埋何君龍同鄧漢星2棒，加到俾最後上場嘅蔣偉雄。呢位香港紀錄保持者臨尾俾人追過咗，但係港隊喺小組以40秒38得到第2，已經足夠入圍決賽㗎啦。至於由蔡曉慧、廖嘉莉、江欣琪同彭淑梅組成嘅女子4x100米接力泳隊，喺決賽就游出4分20秒34，8隊之中名列第8。其他嘅全運會消息，遼寧隊就包辦咗女子20公里競走嘅頭3名，並且刷新咗亞洲最好成績。遼寧代表黃妍、黃麗萍同劉宏宇遠遠拋離其他參賽者，3個人會位置直到終點前都不變。
最後黃妍領前奧運冠軍黃麗萍1秒，以1個鐘頭26分22秒攞到金牌。而最後4項柔道決賽之中，能夠最快擊敗對手嘅人，莫過於奧運冠軍袁華。女子無差別級開始咗緊嘅30秒，八方遼寧嘅袁華就以1本背負頭，將河南嘅張清麗摔倒，以滿分1本攞到冠軍。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嘅火炬喺希臘燃點，由於多雲，以致未能採用傳統嘅聚集陽光點燃方式，要改以火種燃點火炬。火炬會喺出年嘅2月傳送至冬季奧運會主辦城市鹽湖城，而呢屆嘅賽事，香港就攞到短道速度滑冰嘅參賽資格。荷蘭甲組足球聯賽出現意外嘅賽果，亞積士主場以1-3輸咗俾布雷達。伍晃榮報道。亞積士目前嘅成績嘅領先榜首，又響主場，咁仲唔止啊！開波7分鐘，佢哋仲領先1球添。雲達華迪係響混戰之中嘅射入，咁仲唔贏？呢支老牌球隊跟住嘅攻勢，浪接一浪，加拿成咬實牙一抽，俾龍門啊撲出。嗱，冇幾耐，一個長傳啊，見到雲達美迪同雲達華德。最後由雲達華特撥入空門，咁可惜旁證係舉旗表示越位在先。咪只要勤力有耐心就有回報。當基斯天奴近門頂入，布雷達就深深了解波係圓嘅道理。咪主要未吹雞完場，機會永遠存在。而事實上，史超永呢一腳3碼一個勁射，冇人懷疑呢個美國資深球員存在響隊中嘅價值啦。目前排喺第6位嘅布雷達得勢不饒人，最後由呢名巴西籍球員基斯天奴射成3-1完場，幾乎好似好難接受輸波嘅事實。無線電視記者伍晃榮報導。最後睇下天氣，天文台預測聽日天晴，非常乾燥，最高氣温22度，最低氣温16度。依家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7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各位新聞報道完畢，晚安。